后来，这个走私的鸦片验出着非洲的猪只，和本土的饲猪业是陷入着真大危机。农委会讲，为着要来保护着本土的饲猪业，为8月30开始禁止这个喷进入着全台湾6000多场的饲猪业场，啊，为9月1日到9月30。所有的这个饲猪业场暂停用喷来饲猪，若是违反者，相当罚款300万。为这个越南走私入境的鸦片验出有非洲猪只数量是愈来愈多。为8月19号发生第1件到单，是查验到81件，有高达10件为着猪只的病毒，分别伫中华、台南、高雄、新北甲云林，这个比例拢超过1成。农委会是祭出着禁用喷来饲猪的措施，啊，讲嘛会补贴着饲猪业户买饲料的费用。